死者刘大郎，系村中木匠，昨日彻夜未归，其子与邻居寻人时，意外发现他横尸荒野。男尸双手交抱，体表呈微赤色，且有数处伤痕，面犹带笑。面犹带笑，如此，岂不是冻死的症候？但时值7月，赤日炎炎，怎会被冻死？在宋代，中国的断案官员已经对冻死的特征有所了解。《洗冤集录》就写道：冻死之人，身体僵直，双手紧抱胸前。此外，《洗冤集录》还记载了一种检验冻死的方法：将酒醋泼洒于死者体表，揉搓后进一步观察。顷刻，微赤的斑点色泽愈发鲜艳。如此，却为冻死之状。难道是因为昨夜降温，而死者恰赤身露体所致？